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心靈讀書會，我係 Kathy。呢個 channel 會喺逢星期一同星期四同大家分享一本勵志書，希望大家認識嘅唔單止係一本書，而係書入邊可以帶到俾大家嘅正能量，喺生活之中得到更加多嘅啟發，活得比昨日更加好。你可能同我一樣，人生有好多唔同嘅角色，係人哋嘅仔女啦、父母、老闆、下屬、另一半、好朋友，甚至係敵人，背負住好多責任，點樣可以喺各方面得到平衡而做得更加好呢？我相信最重要嘅先決條件就係令到心靈健康。如果你有一啲好重要嘅人都想同佢分享呢一份健康，請你哋將呢一個頻道同佢哋分享，令到大家都變得更加好。大家好啊，歡迎翻到嚟心靈讀書會。今日咧想同大家慢慢咁分享一本書，一本呢唔係教你點樣成功啦，點樣跑快啲，點樣贏在起跑線，而係教你點樣喺人生嘅後半段活得舒服啲啦，快樂啲。呢本書咧就叫做《快樂嘅15個習慣》，作者咧係一個日本嘅醫生日野原重明。佢活到105歲，佢最厲害唔係長命，而係佢人生好清楚，快樂其實係可以練習嘅。作者提到嘅第一個習慣就係唔好被年齡限制自己。日野原醫生就話啦，人真正老咧唔係因為年紀，而係因為你開始同自己講，我而家做唔到，唔適合噶啦，算啦，遲咗啦。如果你有小朋友，你一定會見過佢哋跌咗身、跌咗低，會再爬翻起身。我哋之所以唔快樂呢，好多時就係因為我哋太早去放棄啦。第二個習慣呢，就係每日都要有一件期待嘅小事啦。快樂呢，其實唔需要靠大件事，而係要靠日常，一杯咖啡，一段散步，一段自己嘅安靜時間。中年人最容易失去嘅呢，就係期待感啦。第三個習慣呢，保持對人有用嘅感覺，唔係要做到好偉大，而係要知道你仍然對某啲人係好重要嘅，對屋企、對朋友同埋對身邊嘅人，呢種有用感或者存在感啦，係中年人快樂嘅核心。第四個習慣呢，就係唔好把人生全部交俾責任。最重要嘅就係責任唔係好緊要，但係你唔係因為責任而生存嘅。如果人生只係剩低應該，快樂就自然會消失噶啦。第五個習慣呢，就係飲食好簡單，唔係要縱容自己嘅口欲。日野原醫生話唔主張極端咁節食，但係佢提醒邊一度放縱呢，其實就喺邊一度傷害緊自己啦。照顧身體本身就係要尊重人生。第六個習慣就係保持活動，而唔係等有時間先開始。唔使一定去做 gym 啦，行下街、伸展下、喐下都可以。人一停落嚟身體同埋心都會一直咁慢慢萎縮。第七個習慣就係接受自己嘅唔完美。完美主義係中年人最大嘅疲勞來源。你已經做得唔錯，唔需要樣樣都100分。第八樣嘢就係停止比較啦。比較係快樂最大嘅敵人。你見到嘅永遠都係人哋人生嘅一部分，而你亦都唔需要跑贏其他人。第九個習慣就係對人溫柔，對自己都要溫柔。你對自己講過嘅說話，你嘅小朋友其實係會跟住學。如果你永遠都只會責怪自己，佢哋都一樣，都只係會怪責自己。第10個習慣就係對未來保持好奇，而唔係恐懼。世界變得好快，但係你可以慢慢學。恐懼會令到你封閉，好奇就可以令到你繼續咁活着啦。而第11個習慣就學識放手啦。放手對子女嘅控制，放手對過去嘅執着，放手對應該係點嘅幻想。放手唔係放棄，而係信任自己嘅表現。第12個習慣就係保持幽默感。笑唔係因為人生好容易，而係因為你選擇唔被拖垮。幽默其實係一種心靈嘅免疫力。第3個習慣就係為人付出，但係唔犧牲。長期咁樣犧牲自己唔會令到自己更偉大，只係會令到自己更枯竭。真正嘅善良係有界線嘅。第
第14個習慣咧就係接受人生本來就係唔公平，人生嘅唔公平，但唔代表你值得快樂。接受現實先至可以放低怨氣。而最後一個習慣咧就係珍惜今日啦，唔需要等退休，唔需要等得閒，唔需要等問題解決晒，今日已經係你人生嘅一部分啦。第12個習慣咧就係保持幽默感，笑唔係因為人生好容易，而係因為你選擇唔被拖垮。幽默其實係一種心靈嘅免疫力。第3個習慣咧就係為人付出，但唔犧牲。長期咁樣犧牲自己咧，唔會令到自己更偉大，只係會令到自己更枯竭。真正嘅善良咧係有界線嘅。第14個習慣咧就係接受人生本來就係唔公平，人生嘅唔公平，但唔代表你值得快樂。接受現實先至可以放低怨氣。而最後一個習慣咧就係珍惜今日啦，唔需要等退休，唔需要等得閒，唔需要等問題解決晒，今日已經係你人生嘅一部分啦。日日袁醫生咧，其實想講一樣嘢啦，快樂唔係完成晒責任之後嘅獎勵，而係你用咩心態去走過責任嘅本身。如果你而家正值中年，有壓力、有牽掛、有疲勞，請大家記住，你唔係過緊過渡期，你而家過緊嘅係你嘅人生。好多謝大家就陪我走到嚟呢一度，希望大家都鍾意呢本書，同埋分享俾你身邊有用嘅人。唔該晒，多謝晒你聽，拜拜。